当然，女儿得奖，但这一次啊，我是觉得我们当仁不让。他们那个节目很有机会得奖，这样。中间，来，好，右边摄影群，我们谢谢一起辛苦了，还有很多照片要拍，好，呀，好，他们3位今天是色系一致。最有效。对，当然女儿得奖，但这一次啊，我是觉得我们当仁不让。他们那个节目很有机会得奖，这样，因为有些节目是评审会青睐的。对。那我们这些就算评审比较不青睐，也不一定。那我们入围啦，那入围啊，对啊，入围是对世俗有一个交代嘛。对啊。你这样讲好像。那得奖是他内心里面有所坚持嘛。对呀，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评审老师，喜欢的我们也努力做。那个你看，他窝里反还用森林之王要来炮打，对，那综艺大热门，对不对？另外一个是在哪里？啊，你只出现在这里。对，只有在这里。那如果被输给森林之王，宪哥 OK 吗？我们已经讲好怎么处理啦。知道就会请露西派有帮忙，得奖的是对，他那第一个字还没出来，我们就会起立了。对，我们就站起来，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就站起来。对，1、2、3，起立。森林上我们就立刻往外，然后头也不回就对。对，一先入即回。想说内砸舞台几率很高，就是特别有什么感触？其实今年的感触还算蛮大的，因为台湾的新闻媒体他们也没有所谓的正义感嘛。对呀，他们看着可爱的，我怎么敢引力他们看着可爱的稀有动物，你看，他们也觉得说中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啊。然后因为几十年，如果你在圈子里面，你服务今年第2年，说我是好人，谁理你神经病？我都干了30、40年了，我没有做过不 OK 的事情，人家说以前未婚生子。还被抨击成这样，后来生小孩还有补助呢，对不对？这是先知者会觉得说，那你爱小孩，如果你让你的孩子不好，然后弄榴莲，然后当一个只是放一炮的爸爸，这样是不 OK 的。我孩子生养教培，全部都是我，生他养他教他还要陪他，全部都要。那结果你看我们在台湾。得到那么多的抨击，那心里面蛮觉得台湾根本不是人待的地方。对啊，以前黄安骂完陈仪骂完馆长骂完那个对，就真的就是摔牌汉堡了。对啊，他没有对错，对不对？那馆长还敢在那里跟我较真，对不对？我都想要去跟他直接对不对？那因为我们的内心里面，我说我是这个服务的人，怎么老是在那里骂我们？好像人家骂我们的就是对的。你有没有看黄安的下场？有没有？两岸之间什么叫两岸不是人？你有别讲嘛，对不对？讲到最后回台湾只能享用台湾的健保咯，欢迎无限倡议。如果说有一天你们把这个可爱的台湾最可爱的一辈子没有害过人的吴宗宪给逼走了，那才是最大的损失。